主后2022年6月16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因为知足喜乐。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23节。我伫主的内面非常欢喜，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了后，恁对我的关心有搁不厌开花。其实，恁有得甲我关心，不过是无机会通表示若定。毋是讲我无够用，因为我已经学会晓，无论伫什么境遇，拢知足。我知影善车，也知影富裕，是饱也是枵，是有剩也是欠缺。我已经得到秘诀，就是无论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，我拢知足。我靠赏赐我能力的基督，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。毋过，恁有分担我的困难，安尼实在真好。恁腓立比人家己嘛拢知，伫我传福音的初期，我离开马其顿的时，只有恁的教会有分担我生活费用。连我伫帖撒罗尼迦的时，恁有几若摆送物件来供给我的需要。我毋是爱恁送物件，是爱恁有较济的利润寄入去恁的户头。这是恁互我所有物件的收据。恁互我的已经够额，阁有剩。我对伊巴弗提收到恁送互我的礼物，亲像发出香味，上帝所欢喜的祭物。我的上帝会照伊荣耀的丰富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恁所有的需要。愿荣光归乎咱的父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替我甲属基督耶稣的所有信徒请安，甲我伫遮的兄弟姊妹嘛要甲恁请安。伫遮所有的信徒，特别是凯撒王宫内的信徒，拢要甲恁请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大家同在。知足常乐是众人拢知的一句俗语，意思是人若会晓满足，就会常常感觉快乐。问题是，真侪人会晓得这个道理，毋过有偌侪人真正会知足常乐的。保罗讲，伊伫主的性命内有得到极大的喜乐，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一再用实际的供应来关心伫伊。这句话中文和本圣经用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发生。台语讲，因为恁少年我的心，今咧发生。用安尼咧表达彼此伫主内肢体的关系。少年表达出彼此具备的关系，疼。这个疼，互咱伫情感会想到别人，亲像对人的问好关怀。上帝甲别人的需要放伫咱心内，成做一种感动，互咱会想要采取行动去做一寡代志。保罗对伫腓立比的教会，常常有想到伊的需要，搁实地的供应伊，心内充满着喜乐。伊毋是因为得到礼物咧欢喜，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慷慨体贴，互伊感觉满足。希腊铁路流派的斯多亚学派主张，唯一会当达到知足的途径，就是除去恶念。
甲一切情感消除，无受感情因素左右，锻炼家己到凡事拢无敌意的境界。因掠做靠家己的意念，气力就通控制一切欲望，会当达到知足的境界，来得到满足。为着无要受到外在因素影响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因主张采取极端禁欲的做法，到差不多失去人性、无情感。这是掠满足自我做中心的自足，并毋是真正的知足。保罗讲：我知安怎过散车的生活，嘛知安怎过富裕的生活，是饱也是枵，是有剩也是欠缺。我已经得到秘诀，就是无论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，我拢知足。我靠赐我能力的基督，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。腓立比书第4章12到13节，保罗强调，伊会当伫任何情景知足，是借着基督所赏赐的气力。因为安尼，对保罗来讲，知足毋是人对现状感觉满意才有的感受。换一句话讲，毋是因为我生活过了真好，上帝予我真济祝福，我无拄着困难的代志等等，才有满足的感受。保罗甲知足看做是一种来自上帝的礼物，因为上帝已经甲气力加添伫我的生命内，所以无论拄着任何的情景，我拢会当坦然面对。这种的知足是用上帝做中心，是带着丰富的感情甲人性的满足。当咱得到上帝的疼，咱就会当心满意足。当咱追求上帝的心意，伊就会互咱心满意足。当咱先满足上帝的心意，上帝就会将天顶的门窗拍开，并福气互咱。就咱亲像耶稣所讲，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，这物件就会拢煞互恁。马太福音第6章33节，祝福你，生命因为有耶稣，知足喜乐。默想，我的心受满足的要件是甚物？我的心受满足的要件是甚物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我经常伫你以外伫追求满足，煞毋知只有满足你的心意，才会当找到真正的满足。求你互我伫你的内面找到丰盛生命的关键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